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三甲组织伫主的圣殿。这时候请兄弟姊妹，咱三甲用祈祷的心来到主，来到这，甲主来亲近。这时有虽往有当时咱会拄着侪侪困难，有当时咱会感觉真无助。也是感觉伫这场中间，咱受到无公平的对待，受到委屈。啊，毋过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安静咱的心，互咱的眼光独伫主的心、主神伫主的心顶面。咱三角来听候，来亲近主。咱就咱家己。拄着困难，拄着忧愁，拄着烦恼，全然交托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三甲祈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，成做阮的帮助。主啊，虽然阮常常拄着困难，常常我靠家己的心智。煞无落去这来亲近你，啊！毋过主，你有缘甲阮三甲伫地，主，我们将阮的心灵全然交托仰望伫你的双手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亲近你，要来学了你，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时也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用感谢来到主的面前，感谢主伫咱的生命中来掌权，互咱的生命有主迄赏赐的平安喜乐，主对天倒落来的福气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献上咱的感谢，三甲来祈祷。主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阮。伫你面前，阮有满足的喜乐；伫你的正手，阮有永远的幸福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中间，要赏赐阮有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你讲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树枝，阮若定伫你内面，你也定定伫阮的内面。离开你，阮就袂当再做啥。主，我们紧紧来跟对你，求你帮助阮，每日有读经、祈祷、亲近你的习惯。主，我们将阮的心灵、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来掌权，阮的生命，互阮凡事兴盛，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星星这里来充满我心，我我的温暖满我的心。星星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互你去，予每时刻拢会真心爱你。星星，请你来。星星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靠无你温暖满我的心。星星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互你去，予每时刻拢会真心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吸引我靠近你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会甲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。
我真是敬拜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也是我的盾牌。我心我靠伊，我就得到帮助。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伊。这时，咱为着咱家己的罪，献上咱的祈祷，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来疗赦咱所有所犯的罪过。有时咱唔知影咱犯罪，常常来得罪主。只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祈祷，将一切来交托主，求主来赦免咱的罪，也为着咱这块土地来祈祷，为着咱这个国家，关于台湾来祈祷，咱出声来祈祷。主啊们，相关的万物都离。主啊们，将阮所犯的罪来献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恳求你洗清阮所有的罪，互阮进入你的恩惠，进入你的面前。感谢。至圣至善、赐了人民的主。主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阮的软弱，有罪的本性，常常来做歹，贫惰行好，常常犯罪，离开你的真道，浪费你所赐的恩赐。总是主啊，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，求你来教示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所有的过犯。求你，互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，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。这是恳求主，你的信心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你的信心内住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的保惠师，成做阮的帮助。主啊，你也是掌管天地的主。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为着阮徛起的台湾来祈祷。主啊，你起初为阮所创造的环境是何等的美好，但不过因为人类的罪，互这个环境受到破坏、污染。主，求你赦免阮。主啊，阮知只有你会当改变无好的环境，只有你会当叫日头来停止。会当叫风影来平息。主啊，求你降落你的怜悯，伸手你大能的双手，医治阮的土地，医治阮的空气，医治阮的水资源，互阮台湾永远拢是主你所喜爱的一个土地。主啊，我要恳求你，掌管伫执政者的心上，互因存敬畏的心，互你的慈爱来压看这个所在，互医治老舍的恩赐伫阮中间，用疼来建立主你所喜爱的国家。主，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圣名。阿门。这是咱为着咱教会所面对的困难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咱知影最近咱教会真侪的同工，拢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来到咱的中间，和咱参加来敬拜。咱暂时来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，伊的保护压榨、保护压抗、保护，互恶者的阴谋，互恶者的势力无法度伫咱富强教会中来进行。恳求主保守咱的所有的同工、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伫这疫情的中间，拢会当靠主来得胜。咱也为着咱教会的属灵的氛围，
来较无信任祈祷，较无上帝的话语来献上咱的祈祷，也为着咱来参与大使命的事工、传福音的事工，献上咱的祈祷。尤其咱煞接来9月份，咱有定要来推行幸福小组，咱也为这来献上咱的祈祷。上时咱也为着咱教会长辈、新进民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也是有重大疾病的肢体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出声来祈祷。听完祈祷上帝主，我要献上阮的感谢。主，谢谢阮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，有侪的同工，侪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阮的当中，向阮三角敬拜。主啊，恳求你医治的大能，就临到因的心上，互因透过休息，透过药物的控制，会当赶紧恢复身体的健康。来到向阮三角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就阮的教会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你互阮伫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，三角成做上帝你的肢体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有备了一群愿意委身、谦卑顺服的同工、团队首长、小组长。主啊，求你赐了恩膏，予伊每一位有智慧来带领因家己的团队，事事尊主最大，同心合意，甲牧师来服侍教会，彰显上帝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恳求你赐了效益伫阮的中间，互阮超找同一个意向来遵探你的旨意，跑走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若要为着要搁来推行的幸福小组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显明你的旨意伫这中间，互阮伫推行的中间拢无阻碍，一切顺遂。主啊，我们常时为着教会中年长的长辈，身体有病痛、心灵忧伤的，主啊，求你来医治，互因透过信心，你医治的大能，互因伫病痛中间有缘有喜乐、平安伫因的生命。阮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煞叫咱为着今仔日的主日礼拜献上咱的祈祷，为所有参加咱的敬拜，无论伫现场还是伫网络顶面的兄弟姊妹，主啊，你的信心甲因三角伫地，互阮有一粒谦卑顺服的灵，较无上帝话语的灵伫阮的中间，也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服侍者甲所有的长事，拢摆在你的面前。特别咱为着今仔日的讲员蒋总牧师来献上咱的祈祷，牧师因为长期的服侍，互伊的声带这2个月来，拢有一寡故障。咱为着这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斩断一切恶者的攻击，互蒋总牧师今仔日的分享带有上帝的恩膏伫咱中间，互坐伫每一位座位顶的人，拢会当得到造就。咱出声来祈祷。请耶稣向阿爸提杯，能够在这个分享，让我常敬拜。听阿爸提杯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很感谢你，时时甲阮三个伫地。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即时甲阮三临到这个所在，临到每一个座位，或坐伫座位顶的每一位兄弟姊妹。
主啊，拢会当领受对天来的福分，对天来的祝福。主啊，要为着今仔日的服侍者，无论是敬拜团，无论是影音，无论是交通、主日乐等等的同工，主啊，你拢甲因三甲地地，互因伫服侍中来体验主你的大能，伫因生命中来彰显。主啊，你也透过今仔日的礼拜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着今仔日的讲员讲座牧师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来医治伊的声带，互伊的声音来恢复正常。因带今仔日的礼拜来荣耀上帝的名。主啊，我们献上阮的祈祷，阮的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因我较亲近你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会甲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因我较亲近你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会甲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信心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靠无你温柔满我的心。信心啊，我真爱你，我的心予你起，我每时刻拢会真心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予你，因我较亲近你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会甲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邀请兄弟姊妹来对主，是用来纪念，来参加来敬拜咱的主。因我较亲近你，予你来更新我心，无人会甲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荣耀，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我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主啊，我毋知明仔日会安怎，啊，毋过阮知主你永远带路，互阮无担忧，互阮逐日有好的时光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我毋知明日会怎样，主带路我免担忧，我无求等你好时光，有时阵黑暗无长，对将来我充满盼望。保守得较稳当，因甲你甲主动脚步，你在我头前路途，最属你的灵感，最属我的明了，我今早。
有时阵无行无道，对将来我充满望，主保守日较稳当，我甲你甲主同踏步，你在我头前路路，最最属于你的领导，最最属我的力量，我现在主将我命令，你看我一路行头，最最属于你的领导，最最属我的力量，我现在主将我命令，你看我一路行头，最最属于你的领导，最最属我的力量，我现在主将我命令，你看我一路行头，耶稣的我通面对心慌，一个无个惊吓，我现在你将关性命，你来充满了梦，因耶稣的耶稣的我他面对心慌，一个无个惊吓，我现在你将关性命，你来充满了梦，因耶稣的耶稣的耶稣的我他面对心慌，一个无个惊吓，我现在你将关性命，你来充满了梦，因耶稣的你来充满了梦，因耶稣的你来充满了梦，因耶稣的哈利路亚！这是咱的唱圣诗575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你的进步，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救主耶稣是行路。我的救主基督耶稣，全能成就。
就是结果好。我要真心为你脚步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无论遇到烦恼艰苦，还是行伫迷途路途，无论海边还是山顶，还是高位自由保护，我会求主基督耶稣，全人生就是结果好。我要真心为你脚步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我靠纯净天主耶稣，我行的路自后照好，世间好风拢无定着，自尊成就在我保护。我会求主基督耶稣，全人生就是结果好。我要真心为你脚步，你大是阮亲像保护。那求主常常照顾，手术信心扶持帮助，到尾脚行，时时关心，真是是人有主保护。我会求主基督耶稣，全人生就是结果好。我要真心为你脚步，你我是阮亲像保护。慈悲疼痛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恩典的时刻。伫你的圣日，阮大家聚集，用敬虔的心学乐敬拜，用祈祷来甲主你结连。是因阮知，阮是你所创造的百姓，阮是你调来的羊，阮要归属你，阮也要仰望你，我要倚靠你。主啊，愿你这个时阵圣神甲阮同在。今仔日阮为着爸爸节，大家欢喜聚集，要来祝福，也要来尊荣阮每一个做爸爸的兄弟。上帝，你的恩典甲因同在。愿今仔日我的敬拜，通过蒋忠牧师所分享主你圣灵的热坎，以及活命的话，互阮大家人拢白白得到起做，得到祝福。愿你的恩典，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三合伫地，也甲线顶所有的兄弟三合同在。我们学习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来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你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大家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12篇，诗篇40篇，由我来启，会众来应。我耐心听候上主，伊对死亡的陷阱，对土面中甲我砍起来。伊教我因心的诗，唱歌学乐咱的上帝。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伊无拜偶像，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为阮成就真济奇事，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，
祭祀甲礼物你无爱。你开我的耳孔通听，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明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从。咱同心阿头来祈祷，主边听我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主保守台湾这个岛屿的平安，互两岸领导者的智慧维持和平。避免战争的危害，为阮的家庭、社会、国家的执权者甲官员，迫切呼求谨慎祈祷，求主来保护阮两岸百姓的性命安全。掌权一生的主啊，阮的父上帝，COVID-19的病毒的疫情持续危害全人类的性命甲健康，恳求全能的主赶走这可怕的瘟疫。人类所犯的罪，求主来赦免。互阮所有的罪人有机会来认捌主甲悔改，阮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微细甲无助，请主来帮助阮全人类，会当度过这波目前佫看无尽头的病毒的疫情。阿爸爸，伫这幕后日子，阮看到战争、瘟疫、经济物资的通膨，求主使阮有彻底认罪悔改的心，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赦免阮一切心中的恶念、贪婪、嫉妒。骄傲、自私，甲对钱财的迷惑，赐下耶稣宝贵的圣洁来洗净阮，互阮有回转的机会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得到怜悯、蒙恩惠，再次经历你十字架的救恩，互阮会当固定读经、祈祷、灵修的生活，操练敬虔甲知足的心，互阮有圣洁丰富的属灵的生命。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，嘛请你保守阮教会中具体强慢信任软弱兄弟姊妹，恳求主赐下你医治的圣手伫因的心上，嘛因为疫情影响到经济甲工课的兄弟姊妹，求你赐下智慧帮助因度过难关甲经济的困难。总是阮有一无够业，照顾袂到所在，因为阮人是有限的，阮需要有对你来的智慧甲气来引传。这是恳求主的信心感恩之地，赐阮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。好，主中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，一位丑陋的罪人遇见上帝，互伊所讲的话，句句带着属灵的气力，丰丰富富吸收伫咱的心内，正到咱兄弟姊妹生活顶面的美牛，通过信心的启示来经验你奇妙的救恩甲疼痛。共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享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彼得前书第1章13到16节。所以恁的心志要准备好势，要警醒，专心毋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所要赐恁的恩典，要做顺服的囝儿，毋通照你因早毋捌上帝的时的放纵私欲，都呼召恁的上帝是圣洁。恁的一切行为嘛着圣洁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圣洁读者者，愿主使我听懂伊话人赞美。咱请蒋中牧师来献伊准备的诗歌。因时线，请蒋中牧师讲道，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：一位丑陋的罪人遇见上帝，请咱共心来领受。欢迎你几位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吼，蒋忠牧师要来诗歌见证啦哈，所以咱圣歌队讲安尼来全部时间拢交予咱的蒋忠牧师哈。好，我先要做一个介绍我们的蒋忠牧师哈，因若是讲，搁弹，搁唱安尼哈，所以蒋忠牧师他现在要先唱这边哈，来做一个调整。好，请嘉龙
干事来帮忙他，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啦哈。因为这个电子琴哈，稍微要调整一下，没关系，放着来这边来。string 啊 ，piano 跟 string。蒋牧师哈，咱有人伫电视顶，也是讲伫咱的一般的特会有拄到伊。我会记得哈，说20年前我伫高雄伫服侍的时阵哈，那伫超教牌聚会哈，那需要带歌的拢爱蒋中牧师，因为伊的歌喉哈，有时麦克风唔免伊就我当唱啊足大声，好啊。咱教会前旧年啦吼，旧年就讲望伫咱的45年周期的庆的时阵吼，就请伊来。啊，咱本来要办伫这个雅乐会馆啦吼，啊无拍算讲哇，疫情来啊，啊咱袂当办，啊咱想讲甲蒋中牧师讲要请伊来，阮也100人中间来见证，啊咱暂停，啊咱怎啊甲蒋中牧师讲啊歹势啊歹势吼，啊咱就取消啦。啊，互你袂当有迄大的场面人见证。啊，无想着讲今年吼，咱嘛是阁有预备哦吼，准备讲要来雅乐会馆，啊要招一大堆咱所有的朋友来做伙，啊请伊来。毋过又阁4、5月又阁疫情阁来啊，啊咱这边小会讲啊毋通啦，讲时一档去啊吼。咱讲无论如何，咱就是咱的周年庆也是88节时阵，请蒋庄牧师来。啊，蒋牧师呢，咱若看伊的介绍，咱就知影，伊是一个原住民的歌手，伊是阿美族的。伊足少年的时代，比万沙浪搁较早，就是一个歌星就对了。但是人生的脚步吼，上早成功无一定好咧。伊骄傲，伊离开主，拄着人生上大的挫败，差一点就结束伊的生命。但是足奇妙，上帝。无放杀伊啦，搁甲救回来。拄则咧甲蒋中牧师讲话时，伊讲吼，我音乐的温数吼，毋是我对倒学来，去什么音乐学院学来，是圣神充满了上帝自然予伊的。啊，伊最近这2个月一直讲啊，夏牧师为我祈祷，啊，我是毋知影讲为伊祈祷什么，一个讲完谦卑拢会爱人替伊祈祷啦。后来才知影讲。哇！原来伊的声带吼，经过安尼40档的服侍，有一寡受损啦，啊，声音一直不舒服。啊，我就发动咱教会的代祷团队，讲咱代替祈祷，无论歌声好歹吼，若有圣神充满，同款的感动咱。大家讲阿门无？啊，而且吼，伊嘛有录音带，嘛有迄个 CD 就对啦吼。啊，蒋中牧师呢，他服侍神，而且他一足活泼的就对了，你啊。快来台顶，你就知影讲哇，足好斗阵的吼，啊，真的是我一个尊敬的前辈，时间真宝贵吼。啊，也蒋中牧师他习惯用华语来发音啦吼，啊，台语嘛讲有，啊，毋过咱可以自由的语言啊来分享主的话。头一场伊是要讲一位吼丑陋的罪人，啊是安怎丑陋来遇见神。啊，第2堂主题无同款，可能是一个连贯式的分享啦吼。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蒋牧师。好，我们再拿一支那个无线麦克风就可以，不用换来换去，好不好？再拿一支过来。你先用这支拿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好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，感谢我的主，主的恩典，因满满每一个人。我深信，在今天要看见主的荣耀。我将一切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每一个人低头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感谢和赞美你。你怜悯我，从你的创造中，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。你按着你的形象。按着你的样式创造了我们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！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。天父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！你不但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赐给我们他的永生的生命，赐给我们救恩。
我们是什么人，竟能得着你那丰盛的生命？感谢主，你不但没留下我们成为孤儿，你差你自己的圣灵保师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从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，一直到如今，你从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圣灵啊，我需要你，你的教会需要你。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只有依靠那参透万事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圣灵，我们就能够得胜了。圣灵，你高摩你的仆人。我知道我的年纪有了，主，但是我深信依靠你，你必给我加添力量。我恳求主，在加勒的恩膏、加勒的信心，把加勒的敬畏神、顺服耶稣亚的恩膏高抹我。不但说他如今85岁，但是看起来就像当初跟随摩西40岁那样的活泼，那样的有能力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也一样的如此在爱戴我这个微小的器皿。主啊，我把富强的教会一个一个交在主的手中，愿你的宝血遮盖整个上空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盘踞在上空的魔鬼撒旦，我命令你立刻离开，全然的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带，这个是分别为圣的。谢谢圣灵，谢谢主。我要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。我只有求你给我你的智慧、你的聪明和你的口才。我更重要的，我把我的心思意念，把我的全人交托在主的手中。你引导我当要说的话。主，你给我一个谦卑聆听你的声音。你在我的心中说什么？主，你给我一个顺服的灵。谢谢主，透过今天，不管用诗歌，不管用你的话语，不管用见证，主啊，因的听见你的道，听见你的真理。主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的力量。主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良药。主，因着听见你的道，我们就得到释放，得到医治。就如同你医治我，在40年前，我得了喉癌，我得了喉癌，因着你的爱医治我。主啊，不管今天我的声音是怎么样，我不会担忧，我把一切的忧虑交在你的手中。就如同你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的安息。主，我安息在你的爱中。我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交在恩主的手中。谢谢神灵，听你仆人的祷告，你听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们的祷告。我如此祷告，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哦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，感谢主。今晚谅我是弘扬，我会听台语了，没人会晓讲好的话，我不太会讲。求主帮助我，圣灵会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在过去40年前，我在跨仔街看世界丢了教会，哇！我在那个时候，高明辉牧师邀请我来做见证。我那个时候不太会讲台语，哇！现在我相信大家都会听国语。在那个时候，哇！如果他们都还在的话，都是100多岁。我要讲国语真的很吃力，可是感谢神，我讲了差不多快要1个小时半。感谢上帝，圣灵在那边工作。高明辉牧师有听领我，兄弟，
阿公吼，阿公会晓，卖讲甲足长的啦，差不多35分钟就好了。因为他说我每次讲到35分钟，就有一个人起来，他就比他的手表，他没有讲什么，他的意思说时间到啊啦。哦，我给你讲哦，你预备心哦，那是有这个人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要心里有预备。我说好，我把我的见证讲短一点都可以，因为我要限时，一限时就要20分钟。你叫我讲20分钟，不知道怎么讲，主啊帮助我啊！唱，从高点把9点45分、50分交给我，讲到几点？你们猜？12点了，到12点了。哎呀，高明辉牧师惊到讲你讲40分钟，你讲了1个小时半，都还没有下来。神奇妙的工作，有一位快要80岁的老人走过来，兄弟，为我祈祷，但拄下你讲的见证，有一个都是讲我啦。他说你在见证中提到，我不是提到他，我说我是长老教会，我爸爸是牧师，我大兄嘛是牧师，二兄嘛是牧师。我大哥的2个儿子大学毕业就奉献给主，所以这个家族差不多有5、6位都是当传道人。他说，当我听见你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一面哭一面哭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活到80岁了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认罪悔改。我认罪悔改。他都啊，你讲的那个就是我。他说，我跟他讲，我是讲我的见证。我爸爸在台上，我哥哥在台上，我在私底下东想西想，什么都想了。但是我在那边还要批评我爸爸，我批评我大哥，讲什么到讲现在已经这么久了还不下台。我是讲我自己。他说，刚好你讲的是我就是那个厂长。牧师讲到他时间到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就会起来指我的手表，就是我。哎呦，他说兄弟，我那时候才32岁，哇，被找回来，我做一个我阿公，为我祈祷好不好？好，我用国语讲，我用国语祷告。高明辉牧师就站在后面看着我，祷告完了以后，那个老人就擦擦眼泪。就兄弟，你迄个都是我讲的丢肉啦，都是一样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要认罪悔改。你讲的那个指指点点批评牧师的，就是我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都没有预备要讲这些，但是我是讲我个人的见证。我是讲我个人，所以在今天在见证之前。我要见证神。这一首诗歌是我在禁食40天、禁食20几天，在那边祷告等候神。那时候才31岁，圣灵就降临，就写了这首诗歌。不但这一首，等一下陆续都有。所以叫今天的广告，他是唱歌的。对，你跟我在10年前、20年前，你告诉我是唱歌，我不会怕。我基本上都是什么？我是老人班的幼稚园了，杀了73岁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年龄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你的心、你的敬畏神，那是最重要的。阿们！我就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向主欢唱，让每一个人都是少年的啦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感谢主，圣灵充满我们，圣灵，你没有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好，向主欢唱，
把教会掀起来，把魔鬼赶走，大声一点，能不能再大声？我的大声！颂赞耶和华，大声一点！颂赞耶和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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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声一点！颂赞耶和华，颂赞耶和华，颂赞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颂赞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颂赞耶和华，阿门！赞美主生命，阿门！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。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阿门！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赞美主生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生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生命，阿门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他是荣耀的神。谢谢耶稣，谢谢圣灵。主啊，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，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。荣耀主耶稣，荣耀主耶稣。荣耀主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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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主耶稣。赞美主天地，感谢主圣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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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门！感谢主圣灵，感谢主圣灵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圣灵，把手举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圣灵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圣灵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圣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圣灵，感谢主圣灵，感谢救主耶稣，感谢阿爸父，主你的仆人能够继续的为你而唱，就是你的怜悯。就是你的恩典，透过你的诗歌来医治我们，来释放我们。圣灵大大充满在其间，充满在主你的教会，在富强教会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一面在唱，我一面在想，当时我做这首诗歌，当时我禁食40天，当时圣灵怎么对我说话？当时我的声音好得不得了，你可以叫我继续的敬拜5、6个小时都不会哑。但是主岁月不饶人，我要透过今天跟各位讲，趁你还活着，趁你还有一口气，趁你还有能力，趁你还有气息，趁你还有信心，好好的奉献给主。我30岁奉献给主，到如今42年了，72岁。我的是托拉托西，我是属于老虎20，算是72岁，现在是73岁了，已经过了生日。但是我说主，你还要用我，
因为你在你的预定中把我选召的目的，就是为主而活。你给我这样的赏赐，你把我生在原住民，你的目的就是要为你做见证。光过去在那个时候40、50年代、60年代，你叫我抓地人，我马上就火冒三丈了。啊，你讲切饭，我你看你去切饭呢？我在部队就是这样。我不容易生气，也不会生气的，我不找麻烦的。但是你到我了，我到了我的红底线，我就会出手。但是神爱我，神怜悯我这个丑陋的人呐、你丑陋，什么叫丑陋？看的不要看，想到这个人想都不要去想，丑陋的人。我细汉就信主，我爸爸牧师，我大兄是牧师，我7岁信主啊。那是民国47，应该是48年。我为了什么？是我哥哥第一位信主，寒暑假从学校回来，就带他的弟弟到教会。第一个是我，第二个是我4哥，我们6位兄弟。第5先来，第4先来，第3、第2、第1，然后是我妈妈，最后一位是我爸爸。感谢上帝，真的，我在这样的年纪，我细汉都信主，我信什么？我信那个圣诞节的圣诞卡啦，动不动就是圣诞卡，开始都是安尼信主，为着那个圣诞卡才信耶稣。到底真理懂不懂？道懂不懂？什么都不懂。到了20几岁，懂不懂？还是不懂。你说有懂吗？还是不懂。我是糊里糊涂、假冒伪善的基督徒。真的，当我成为歌星，原住民刷地人的一位。男歌星的，女歌星有没有？有，唐兰花的阿姨，王沙浪的姐姐王心凌都有。但是我是民国58年，1969年，我成为3地同胞的男歌星，有下没名了。哎呀，所以没有认识我，许下命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当时跟邓丽君16岁，我18岁，跟姚淑伦、跟唐兰花、跟于天他们、跟谢雷，哇，我们这个年纪大概都知道，文夏啦，洪一峰洪龙侯也老伯了，我们都在一起。他们都是20几岁，快要30岁，我是刚刚开始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，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基督徒。最后爱拜偶像，爱拜，这个也拜，那个也拜，算命先生也找。我看到他们像凤飞飞，以前不叫做凤飞飞，叫林倩。哇，他一讲林倩，他又改凤飞飞，他就有名了。一改名，我就开始算命，改名我的名字。所以没这个人不捌我。因为我改来改去，改到这个下一个年，明年又改了，又一个人认识你，但是你的名字不一样。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样，好好的听，这个牵涉到我将来。感谢上帝，我要感谢神，我犯了很多的罪。如果你有时间，或是现在请打开罗马书的第1章26节，罗马书的第1章26节，26节所讲的每一样的罪，就是讲弟兄台上的弟兄所犯的罪，一个都犯。像这样的基督徒，神怎么会祝福？
不要在这边认罪悔改。主啊，感谢主，你的恩典，你是怜悯的神，主赞美你。没有多久，你又在犯罪，没关系，神永远爱我们，他从来不会推荐你的祷告，他从来说你认罪悔改，你又犯罪，你又认罪，你又犯罪，我不需要你。咱的上帝，咱的天父上帝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他就是为你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为你这样的个性，我背你的十字架。不管你拜偶像，你不管你得罪我，我仍旧爱你。但是我不住在你的心里面。”我现在才明白，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。保罗说：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是圣灵的殿。”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，洁身之爱。讲起来很容易，真的做起来不容易。魔鬼，你不要小看魔鬼，但是我知道魔鬼很奸诈。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不要迎合他的胃口，你就好好的跟随主，我相信你会胜过。但是我要感谢主，我要跟各位，这个是在我奉献给主、意见主30岁以前所犯的罪，就是罗马书1章26节。我长话短说。我很感谢上帝，我感谢神，我有2个爸爸。世上的人只有一个爸爸，然基督徒，我们有2位我们的爸爸。第一个爸爸是我肉身的爸爸，阿们。另一个爸爸是造我爸爸的那一位爸爸。是谁呀？上帝。爸爸没有留给我什么财产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天天看着这个浪子进丑陋的狼。我不敢，我不是说不想讲，我丑陋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大家听了以后，这关的人兄弟会跳，这样的人，上帝爱哟。这样的人，神也要拣选成为他的仆人。神啊，是怜悯的神。你犯多大的罪，他在那边等着你。你什么时候回头？阿爸贝，主耶稣信心，神就马上张开他的双臂、双手，定恒的手，马上才拥抱你。如果你爱读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16节讲浪子的故事。上帝他的爸爸永远不嫌弃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知道自己得罪了天，得罪了阿爸父，得罪了他爸爸，他有一个悔改的心。我就抓住这一点，丑陋的人要效法浪子一样，哪一个不犯罪，哪一个不犯奸淫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感谢上帝。当我成为歌星的时候，我1个小时，我唱1个小时而已，差不多1-2千块，那是50几年前的2000块。传道人的薪水，公务人员的薪水，顶多是3000块1个月。我可以跑5-6个餐厅，我可以作秀，跟姚苏荣一起作秀，跟风飞一起背他，跟杨美人这些老歌星都。我从新加坡，从马来西亚，再从到泰国，在50年前，那是美金1比45块，1比45块，在新加坡。只有唱10天的档子，1天就可以领多少？800块美金，那不得了啊！可是我这个人就受不了肉体的诱惑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哪一个不喜欢有钱？但是我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主，如果这个钱叫我堕落，我宁可不要。如果钱你给我财富，我要做一个行善的人，周济穷人，照顾孤儿寡妇，你就给我几百万、几百兆，我都要。主啊，你知道我这个人见钱就不认识你了，我宁可按着你的心意给我吧。我曾经有钱，我在新加坡那样的10天，是我的父亲的2年的薪水，1个月我等于是我父亲的2年的传道人的薪水，跟我打个。可是我这个钱用在女人的身上，我一谈到女人，我看各位都不像我一样，我一看到女人我就昏了头了。我就这样点一次，然后又到了马来西亚，到了马来西亚演唱，那是夜总会，生意人谈生意的人都在底下，到底他们有没有听我唱歌我不晓得，一定那一周2个男人，差不多3、4个女人，是也看就不是他的太太，是别的。每一次知道来自台湾的哦，就缘投的呢。我打听一下，20几岁哦，他们跟台下的老板在那边说说哈哈，完了以后就写一个纸条，台上的来自台湾的歌星，我想认识你，有空吗？哎呦，我就不要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有空。我就点到为止就好了。丑陋的男人，白天晚上11点唱到12点，然后就休息到隔天的11点到12。我是王面秀，跟很有名的歌星一起配搭，像姚苏蓉、杨美人、张树林啦，这些歌星一起配搭，一男一女一搭才有效果。所以那些华人爱我。你来马来西亚多久了？我说我从新加坡到现在差不多快要13天。你每一天做什么？睡觉，起来唱歌，睡觉，这样没有不好吗？我带你一个地方，好的不得了，那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木材大王，叫彼得坦陈彼得。哇，他说哇，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好的地方。你一伸手可以摸到云，你要看到云就看。你看过云吗？我这样看过，没有摸过。我带你今天晚上，我开车开 BMW 到上面，大家熟悉的什么地方啊？云有去过马来西亚的居所？有去过云顶的居所？有，对不对？你进去的时候到赌场casino一定穿他的什么马来服才可以进去。哎呀！我每一天就在那边报道啊，赚来的钱还有剩没关系，因为邀请我的那个木材大王，每一天给我1000块的什么马币，那多大？那个时候马币，每一天发光。我的生活是不是这样？是的。女人、赌博、酒都来了。那边做10天就再飞到哪里？泰国，哇！讲到泰国不得了，弟兄姊妹们不要举手，弟兄去过泰国的请举手。哎呦，富强教会很乖呢。我到别的教会70%都举手。到泰国去的人都明白。我在那边夜总会的隔壁，差不多200公尺就有一个长老教会，可是我不去教会。我要讲这一句，要很小心。我到那边被邀请，有一个也是搞木材，在泰国的一个嘉义的人，听我唱歌，从头开始一直到我结束，听到第3天。
他说我很欣赏你。那你白天做什么？我还是讲白天睡觉，晚上就是唱完歌，就是吃宵夜就睡。我带你一个好的地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就顺着什么？他就告诉我一件事，我给你一个礼物。我为什么爱戴这个十字架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到任何，我到巴基斯坦，到也门，到尼泊尔都带十字架，我不到中国也不怕。为什么？我到泰国那个大老板家里，我给你金项链，金项链有一个佛像，那个佛像是200年前死掉的，把它烧成骨灰，成为佛像。你每一天就膜拜它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丑陋的、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会不会拒绝这些啊？不会，没有真理的不会。为了一时嘛，享受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这个算的是什么？等一下认罪悔改就好了。神是爱我嘛，对不对？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他的怜悯、他的恩典是奇妙的。我不知道当时我有没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不晓得。我就接纳那个金链子、金项链，还有佛珠。佛珠不是佛像，每一次膜拜发生什么事情？不要，我们去过泰国，大家那些导游都带我们到那个观光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看的时候我以为要请我吃什么海鲜啊，怎么这么多人在那边看？都看都是那个什么，像鱼缸一样的，然后鱼缸里面还挂了什么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，我也晓得笑安呢，他没有做，我知道他看过，一定你的太太跟着你了。哇，1号、2号，我看了，那个老板说，蒋先生，你看看你喜欢的，就给你一个纸张，写几号，我就交给他们。他说，我认识这个老板，我不要你再橱窗的，我要你按卡梅拉，是大人物要的啦。你是歌星嘛？我私底下告诉他，他会给你一个另外不是橱窗的。亲爱的，后果是怎么样？你们猜就知道了。我在做什么？泰国浴啊！这边有没有 SPA 泰国浴啊？要小心。我是这样的被淫乱的鬼附在我身上。第3个，因为我挂那个佛像。最后带我到泰国，那个泰国的十字路口，那个是5星级的地方，那个地段是最贵的地段，那边是招待外宾的5星级大饭店，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十字路口有一个叫四面佛。有去过泰国，你一定会去看到什么？去看那个四面佛。我就在那边。看着他们讲这个故事，四面佛的由来，我不讲，一讲时间很多，是这样，难怪有这么多的人在拜。我也是在那边主啊，不是喊主啊，我说那是安呢，我相信你，我就绕着那个四面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拜什么神明，还没有像拜四面佛一样。四面佛是最肮脏、最淫乱，让你贪财，让你不想活在世上。有4个邪灵在这个四面佛，真的有没有应验在我身上？在泰国当然会在我的肉体上会享受一些。但是我回到台湾，这个邪灵就跟着我，淫乱的鬼，还有一个咒诅的鬼。突然，我的声音烧香，
我从泰国就回来烧香，怎么看医生，怎么看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从10月份看到第2年的1月、2月，好都没有好。最后老板说：“你这样的嗓子没有人听了，你暂时休息好了。”一这样的休息的时候，我的口袋就没有了，所以我就开始想了很多，才知道我里面的孤独、论断、批评就开始显露出来，就开始恨。亲爱的弟兄，那个恨里头里面听到是什么？让我去死！你这个人活着再没有希望，你去死吧！主，我那时候还不会喊主，现在很习惯感谢主。我在那边怎么办呢？没有钱，我的声音长了肿瘤恶性，我不能唱歌，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声音，去死，去跳楼，去自杀。那个时候在台北，在40几年前，那个忠孝东路中华商场里面还有什么天桥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要去演唱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七重巅，还有一个立声歌厅，那是大牌歌星才可以到那边唱。我都会经过过那个天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上那个天桥，就有一个声音：跳跳跳！没有用的人，我活着是多余的人。让我跳不死，还有底下很多的巴士、公车会黏着你。稀烂，看不出来是你死。每一次上那个天桥，就有一个自杀的邪灵催逼我。还有遇到大雨的时候，下大雨的时候，我躲在那个树底下，突然打雷的声音大家很熟悉，打雷。可是第二个声音不是雷声，是我听得到。你去死没有用的人！一直控告我自杀死，最后我受不了了。那是民国71年的3月份，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头上我睡不着觉，差不多3、4点，有一个力量叫我到楼顶。我住的公寓在台北，到楼顶做什么？也没做什么，就醒过来，到那边到楼顶，站在边边，站在跳。我那时候没有感觉我要自杀，但是有一个声跳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拒绝，跳。我突然就吸一口气，跳就跳吧，有什么好怕？早上3、4点我就伸过去，我要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！听到上帝的声音，我从来什么叫神的声音，我从来没有听过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早上3、4点钟，那个讲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跳楼自杀？怎么这个声音很大声？我看前后，什么人都没有。可能我幻听了，因为我这个2、3个月听到每次叫我自杀，可能是这个了。如果你再跳，我又跳，我跳，我住在2楼，我到6楼，我在我家的，大家进公寓都有大门口，我要刻意在大门口了掉下来。让人家看到我死，我是这样的那样的，我是鬼。早上4点，我正跳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跳楼自杀？为什么不回到你爸爸妈妈所信的上帝、所信的神？我要结束了，我控制我的时间，还有10分钟，我真要跳。你为什么要跳楼自杀？不回到你爸爸妈妈所信的神？亲爱的弟兄们，我听到神啊，神啊，什么神啊？
我在那个时候还是问什么神？可见我对神、对耶稣一点都不认识。我需要你才祷告，我不需要你，我玩乐、跟你人玩耍、吃喝嫖赌。我向你请教，我是这样的，所以对神的观念一点没有很深的明白。神，我顿了一下，那个声音就是你爸爸妈妈信的神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讲的那个神，他知道我怀疑，还不知，他就讲了是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耶稣是你啊！我突然自然的反应是耶稣啊，是你啊，主耶稣！感谢主，神的话，当你走投无路，你会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有盼望的，阿门。那是圣灵感动你，不是你想要说。圣灵爱你，就呼求主的名。我说主耶稣是你吗？是的。然后我说我该怎么办？哈利路亚！两次的声音是我耳朵可以听见，第三个声音我有没有听见啊？我听见了，但是一轻悄悄，那个声音就进在我的心。是的，我的孩子，你从小所信的耶稣，为你钉在十字架，讲了这一句话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整个烦恼抛开营销，哦主啊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啊！我不知道各位你经历过叫做平安吗？真的平安。我就说主啊，我该怎么？神就对我说话。回到你的房间，回到你的屋子，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，我就顺服这个声音。如果没有顺服，在第三次我可能会怎么样？没有希望，我就回到家里客厅，就坐在客厅的沙发。我哥哥他们还在睡觉，我就在那边，神啊，耶稣啊，我已经回来了，我回到屋子了，感谢你。突然整个屋子就有声音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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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声音跟我在楼顶6楼那个声音那个音律一样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耶稣的声音。耶稣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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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突然看到停在那个地方，回家他都再也不走了，再也不再环绕在我的客厅，一直停在回家回家。亲爱的弟兄，我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就跪着祷告：主啊，我好久没有回家，主啊，我好久没有回家。那个东西对我说：回家回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问我，贾牧师你看见什么？大家一定会讲说十字架，看到耶稣，看到什么？没有，没。我把我家里的客厅开放成为打麻将的地方，所以那些属灵的东西全部都拿掉了。但是那个东西对我说话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用各样的方法对你说话。那个说话的，是的主，我还没有回家。我一看，那个是白纸红字，白纸红字是有数字，是什么？我已经提示，白纸红字是数字，请下面就是今天的日子，礼拜天。看到什么？日历。神透过这个日历对你说话。你每一次看到礼拜天，主啊，我很忙，主啊，我很多的约会，下一次吧。神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糊里糊涂走路的人，是礼拜天。我说主好，
今天礼拜天，我一定要预备去教会，感谢上帝。早上我预备心了，我哥哥他看着我在客厅，哎，弟弟，我们要去教会，我们是到那是新店的浸信会，是浸信会，我是浸信会，我的母会老母会是长老教会，但是我受洗受浸在浸信会，所以我就说他们就是浸信会的执事，我的二哥跟三哥，我说你们先去好了，我等一下，差不多8、9点。我才坐车子到教会，我到了教会，刚好牧师正在讲道。我一进来，我看到坐满了人，但是有一个声音：“你坐到前面，一定要坐到前面。”我说：“主，已经聚会牧师讲道了，我还能坐到前面，会打搅别人。我在后面找来找去，但是还是有一个声音：坐到前面。我一到前面的时候，我东望西望。”没有位置，长老执事跟诗歌班都在前面。我说神啊，主啊，我有理由，我可以回头吧？我一回头，牧师正在讲什么？年轻人，少年啊，你要认罪悔改，你要认罪悔改。我听到年轻人你要认罪悔改，我一看左边很多年轻人，右边也是很多。哦，原来牧师是对的，哪一个年轻人？年轻人，你要认罪。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讲什么，然后我说我就走到最后面。哎呦，说谢谢你，刚好这边有一个位置，我哥哥他们执事都在前面，我就正要坐的时候，牧师，年轻人，你要认罪悔改。哦，那牧师也就少年人，年轻人。他的手好像噗跑到我前面，我就闪一下子，我就感觉对我一闪，我蹲下来。神说：“我的灵你也逃不过，你怎么躲也逃不过，你就是那个浪子。”牧师在讲，刚好浪子的故事，路加福音，他就是讲这一篇到前面我不知道，他就讲年轻人。我看看，那是刚好是逾越节、复活节之前，我会下来，我会下台，10点10分，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主啊，笑脸了，主啊，是我吗？是你，你比那个浪子还要浪子，哎呀，你肮脏污秽。哇！我一面听从牧师讲道，一直哭，我一直跪着，我没有预备要认罪悔改，所以我也没预备要带手巾，也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纸巾呐，50几年前还没有，所以我都没有预备，在那边一直唱主耶稣。牧师祝祷，唱了那个阿门颂，大家走了，我还在那边。等你家走了，弟兄，聚会完了，你还跪着做什么？我都不敢抬头，一看，哦，讲弟兄啊，好久不见，你来了。他知道我流泪，我认什么罪？我认，我就像那个浪子，我还比他浪。主啊，我今天早上我要跳楼自杀，你叫我回家，原来回到哪里？要回到什么？教会。在这边听了神，你从小所听的浪子故事，圣诞节大家爱演的浪子故事，布道都从来没有哭，大家就笑，哈哈哈哈！这个我们都是笑那个浪子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你就是那个浪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彻底认罪，我就是好了。喉咙，我的喉咙还是没有好，我那个癌症还是留着肿瘤，那个肿瘤很大，这个地方吞过水、吃东西都不可以的，就开始有淋巴癌，像花生米一样。
已经长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认罪悔改，医治的恩膏都还没有来，我只领受到那个早上神对我说话的平安，还有我彻底的认罪悔，承认我是个烂子，那一种的平安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。哇，我就回去，感谢主，亲爱那个项目师，那个是民国71年啊，70年，哦，大家都知道转偶教会跟那个浸信会都不敢讲说哈利路亚的。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！你举手，人家一看你是外来的。连讲圣灵，啊，点到为止，只有祝祷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其他的都不讲圣灵。我说，我就在那边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我一面在车子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哈利路亚。回到家里。回到家里，我住的地方，我就跪着祷告。主啊，我已经回家了，我回家了，我感谢你，我平安，我的病没有得医治，但是我心里面平安，我的灵平安，谢谢你。突然，那个声音就来了，在客厅：“孩子，回家吧，孩子，回家吧。早上回家吧。现在回到教会，回来有一句话是什么？”呀，都等来，孩子怎么样？回家，回来吧。加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就是不懂，这是我经历到的，听见。什么时候神说我的孩子，表示神爱你。如果你的祷告哪个声音在你的心里面没有听到一个孩子，你要更多的去认识他。不是你信了10年、20年，你不一定是当了执事长老、当了牧师，未必你听得见那个孩子。这是我的经历，我活到73岁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认识神。真的，神是圣洁的，是轻慢不得的。人非圣洁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人非圣洁不能遇见神。感谢主，主啊，回家了，你叫我孩子怎么办？孩子，亲爱的弟兄，重点来了，你长到这么大，你的父母亲还在，你有没有孝顺？亲爱的，这句话难倒了我，搞倒了我。没有，我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他是你的仆人，我连1分钱都没有给我爸爸。但是我父亲67岁，48年前被主接走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什么财产都没有给你们，什么孩子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是在乡下当传道人，穷传道，靠天吃饭，1个月才不到300-400块。可是我的1个月的薪水，我1个月的薪水是他1整年的薪水，我1毛钱都没有。但是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姊妹、弟兄兄弟围绕着他，孩子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也没有什么出怎么样，但是我给你们最好的礼物，我所信的信仰，耶稣基督，我分给你们。阿们。他只有留这句话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把我的信仰留给你们。他离开人间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很好的毛笔字，写了一个。像我大哥，我的大哥也是牧师。他说拿一张白纸，给我毛笔，我写这一张，你们就保留。他就写死而死去的是死而不辞，就是不离开的意思。他是受过日本教育，他
他是用日本话12，我对我的神，对我的主，对三位一体的圣灵，我12也不会离开，留那一张到现在，就是那一张十而不辞。我们说，爸爸留给我们最好的财产，就是十而不辞他的信仰。哈利路亚！这个是一直在我的心中。当我在25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还是个全职的传道人，一病赶快行神迹。在当时，在60年代、70年代，长老教会会轻看这样的人。我父亲那个神迹奇事，我大哥是台省的毕业生，民国56年毕业，他是王明仁牧师的学长，罗仁贵的同学。他说：“你哥哥是正统的长老教会，讲道很好。我呢，我一病刚归，而你呢，你很会唱歌。我们3个人，你唱歌，我一病刚归，你哥哥讲道，我们就出去。那时候我25岁。这是爸爸一直在我身上，他向神立业。但是我的父亲有没有看到我做全职的传道人？没。27岁时，我30岁得了喉癌，才遇见主，认罪悔改。你孝顺爸爸妈妈没有？我给你，现在回家，不是回到这个家，也不是回到教，回到你带当的故乡去看你妈妈，去孝顺你的妈妈。感谢主，我就坐夜车从台北坐夜车，坐火车到了台东，早上的6点半到回家站，我就坐车到我家里。我到了车子刚好7点钟，我进到门的时候，听到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在哭，是结束的祷告，一个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没有老五、老六跳到一个祷告，祝福我的大儿子是你的仆人，祝福我的二儿子是在龙潭的中山科学研究院，第3个在义隆汽车公司，第4个在福特汽车公司，第5个他没有讲到我第6个弟弟。讲到我的时候，我一直听，怎么没有听见我的名字？难怪我今天得喉癌都是你哦！哎呀，责备他，神说你不要听，你不要听，你好好听。最后抽泣，哭，神啊，他也是我怀胎10月的孩子。我听他的哥哥们说，我的弟弟每半年换一个女朋友带到家里，淫乱的生活。我们不知道管理我们的弟弟怎么办。哇！我做母亲的痛苦。主啊，有一天我们都死了，回到天家。但是我听见我熟悉的那个声音，就是怀带我10个月的孩子在阴间里头喊：“妈妈，你救我！妈妈，你救我！”上帝，我不愿意听见这个声音。你如何爱我，你也爱他吧。我听见这个妈妈的声音，我就把门打开就冲。我跟他讲，我用那时候跟妈妈是用日语，我妈妈就吓了一跳。警察追你哦！我永远记得，妈，他就吓了一跳。警察追你没地方跑，妈妈都只是担心我。妈，不是，我很累。我只讲一句话，我很累。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得了医生所说的，能活半年吧。可以就开刀，不可以就化疗。化疗咕噜时会秃头的。现在这个秃头不是化疗的，自然秃的。化疗，我说妈，我很累，我要休息，回家休息，再看妈妈。我妈妈每一天早上3、4点钟，孩子起来祷告。妈妈每一天早上
一直到他回天家，93岁，他的枕头边就是圣经。他读经祷告，为他的儿女祷告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能够活着，是妈妈、爸爸们的祷告，阿们。所以孝顺怎么孝顺？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。我爸爸没有留什么财产，只留给我他的信仰。今天我能够为主做见证，又唱又讲见证，就像他所说的，所以不一定你还活着的时候，你向神所立的愿我的子子孙孙就是为你而活。就像耶稣亚基说：“至于我和我的家的人，必定要侍奉耶和华。”感谢主，我每一天就是用这一段经文祷告，我对我的孩子成就在神，就像我爸爸，阿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就这样的遇见丑陋的人，遇见主。下一堂我再讲，时间超过了15分钟。我很诚实，本来还继续讲，但是我只讲到这边，我应该要下一堂再讲我的病怎么得医治，这个很重要，我病得医治，认罪。所以我用这一首诗歌唱敬拜我们的主，赞美救主耶稣，把音乐大声一点，因为我的声音需要你们的帮忙。OK， 感谢主。我本来要自弹自唱的，但是我还是要下一堂看神。哦，太棒了！我们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我们的主，神的歌会医治释放你，阿们。他要医治你。赞美我救主耶稣，荣耀我救主耶稣，谢谢耶稣，感谢我救主耶稣，将荣耀归给主耶稣。把我们的手举起来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赞美救主耶稣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赞美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神。主，你给你的仆人力量，也给我们弟兄力量。主，圣灵充满我心，圣充满我心，主圣灵洁净我身，主的宝血洁净我，感谢靠我主圣灵的神，将一切荣耀归给父神。我们手举起来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赞美救主耶稣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
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救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沙卡拉巴巴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阿门。结束了，还是我最后我要唱这首诗歌，是教会的国歌，有没有听过？大家以为是我做的歌，其实不是。我到了印尼32岁到印尼做宣教，在那边听见这首诗歌，我就翻成中文，大家还以为是我做的歌。我们唱唱，一起唱，一切歌颂赞美，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声呼喊，让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从头来唱，一切歌颂赞美，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高声呼喊，让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起立，我们站起来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路亚。天父，我的神，感谢你，我们一生一世就是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你，你爱我们的赞美，奉耶稣基督祷告，阿门。请坐。哦。声音吗？有没有声音？好，蒋牧师第二堂等于下半场哈。如果大家时间不受影响，那哪不影响，大家留落来哈，休困一下啊！感谢主，蒋牧师这2个月他一直为他的声音呐，讲声唔知无啥，拄则听伊唱吼，哦，咱大家的声无人对也丢的丢啦。我们再次热烈掌声，谢谢蒋牧师，谢谢。咱为着要小可时间调整吼，这时我要请咱来坐咧唱拄则咱这个电视单内底有一首诗歌吼，是我情哪样失迷，咱的蒋牧师的故事，亲像这首诗歌同款。咱来吟第1节，甲第30节咧吟，同时请执事接受来收奉献，了后咱要来88节庆祝哈。好，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收奉献哦哈，大家先预备好，再来唱1节甲3节。我情哪样失迷，要我南山起誓，
无者的声我无要听，无爱对伊去行。我情若行风中，无爱徛去街中，天边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是过去行。唱第三站，第三站。目者就是耶稣，做我求主保护，路与保会使我有过，求我脱离死罪，从我的脚步。感谢这首诗歌，反映着拄则蒋牧师所讲迄个心境。咱活转咱的脚步，转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做奉献的感谢。这时，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信息。奉献主我意，路伊的奉献主所欢喜，主听给我无比，我愿意成为你，奉献你所受主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吼，咱嘛听张牧师甲咱做美好的分享，属灵的美良。咱今仔日嘛要送一个小礼物，互咱在座的爸爸，请中集准备。咱请爸爸拢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咱个泡泡啊，鼓励一下，咱们送一个小礼物给你。爸爸都站起来，哎，我们尊荣爸爸哈，我们请童工马上来，马上来啊，送一个小礼物给你们哦，好。拿到了就可以请坐了。拿到了请坐，拿到了请坐。摕到咱就请坐哦哈。来，请坐，一个小礼物啊，互咱爸爸哈欢喜。来啊，这边，这边没有人，左边没有人哈。来，啊，祝福每一位爸爸，楼上哈。啊，来，摕到咱坐落去哈。好，感谢主，祝福咱爸爸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哈。父亲节快乐。好，我嘛顺手做一个介绍，然后咱就咱的师会哈，叫综合执事来做一个简短的报告啊，我们就结束哈。来，好，我们很高兴哦，今仔日特别的贵宾就是咱立法委员，咱台南出身的立法委员，也是咱的教会兄弟陈理信立法委员来泡泡欢迎伊，来，好，欢迎。我较想听讲理信委员是你是贵人人是不？贵人哈，好，感谢主哈。一个小礼物做纪念哈。另外一位好朋友、新朋友是我们的何文坛姐妹，文坛姐妹先离开了啊，在这边欢迎你，在这边。啊，咱有特别特惠哈，时间小慢小看哈，请大家体谅啦哈。啊，你若感觉讲，蒋牧师讲了啊，佫一段无听吼，你若想要留落来休困一下。我们10点50又开始了哈，我们一些重要的报告，请综合执事。那个一周的一金句，咱家己读就好啊吼，在背面，请各位还是要多读圣经。咱先开第4页，吼，本会啊，咱今仔8月7号，咱伫大厅个3楼，还有全家福的拍照，还没有拍照的兄弟姐妹赶快去拍哦，吼，这个都会洗出来给大家。
然后再来是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看的部分哈，就是希望各位兄弟姐妹能参加圣歌队、敬拜赞美团跟主日学的服事，好，这方面都蛮缺事工的，请大家都能参加。然后再来是中保代祷，已经开始可以报名的，麻烦各位兄弟姐妹报名来参加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服事神。然后再就是提摩太在8月20到8月22小六升国一的部分，如果还有家庭有孩子或者朋友，欢迎来报名提摩太的部分。那以上牧师请补充报告，谢谢。好咱就要结束哈，最后一个提醒哈，咱后礼拜是咱的46年的生日，咱的教会哈，咱要合作一场就好，9点开始，咱请兄弟，特别是第2场的兄弟，会当准时来参加礼拜哈。另外呢，咱这个21号哈，21号，搁2礼拜后就是咱的这个基甸会哈，基甸会的这个奉献主日，请大岛来期待哈。另外咱周报内底吼，这个消息咱请详细来看就会使。稍等咧，咱礼拜煞，请留3分钟，咱要来做庆生会，咱要来做庆生会，咱来做结束。请咱起立来用上演的诗歌402首，恳求主引导我脚步。恳求主引导我脚步，我起来行，那就知道多个步，那是我眼前跳比是强，让我到你遵守你改变，让我的黑暗中做高调，对吹引出是北浪，这是我人生的前梦。咱请蒋忠牧师给咱做祝福。把我们的双手按手在我们的胸口，表示我们降服在他的宝座前。第二个，我们领受他的祝福、他的恩典、他的怜悯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者，成为一个金尊的祭司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和赞美你。从开始一直到如今，你从没有离开过我们。父神，你透过你的孩子、你的仆人的见证，主你主如何改变更新我，也一样的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也一样领受你上头的祝福。你祝福他们的孩子们，你祝福他们的父母亲，你也祝福他们还没有未信主的亲人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的家人每一个都要相信你、认识你，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神，感谢你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灵，你都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需要。感谢主，我们要领受你闪头来的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上帝的慈爱与怜悯、圣灵的感动，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家庭。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大家请坐，咱默祷，咱要来做一个庆生会，才来结束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真欢喜，咱伫早起做伙来享受到这个美好的祝福。这时咱要来唱这首生日快乐歌。8月份的寿星，请你站起来好无？寿星，请你站起来。8月份的寿星，
请站起来，我们来唱台语跟英文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愿主祝福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他们家胡明昌弟兄，明昌兄在哪边？好，明昌兄来吹蜡烛。请明昌兄来分蜡烛，来要去上哦，等下来，哎，底下看到啊，来，留下照片，来，咱就做一个祝福祷告再结束。主我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伫爸爸节这个温暖的日子，阮为着这个寿车8月份的寿车献上祝福。主啊，你恩典满满伫因的身上，就亲像蒋牧师所分享的。转来到上帝恩典的家，这是一生的祝福。求你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这寿车，享受到主你的恩典，伫身心灵拢有平安，伫各方面拢有上帝你的保守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喜乐的心，有服侍你的心神。愿你赐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这个炎热的天气中间，大家出入平安，享受你满满的祝福。感恩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搁一遍祝福咱爸爸节快乐！我们一起讲说父亲节快乐，预备来，父亲好，大家平安，互相祝福平安。啊，如果要留下来，第2堂过来听哈，第2场过来听。